陳沛良議員。主席，人工智能喺15規劃中多次被提及，並且已經由前沿技術提高至科技自立自強、數字中國建設以及國家安全嘅核心戰略。特區政府亦都推動 AI 作為香港未來發展嘅核心產業。今年財政預算案亦都有較多嘅篇幅提及如何推動 AI 產業化同埋 AI 全民化，積極對接國家人工智能加行動。當前我哋係正處於人工智能為經濟社會帶嚟多方面變革嘅創新時代。感謝黃錦輝議員提出相關嘅議案，集思廣益，探討 AI 如何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就保險行業而言，人工智能透過大量嘅數據收集、行為分析同埋風險預測方面嘅能力，廣泛應用喺業界嘅產品設計、精準定價、風險管控、投保核保、定選理賠同埋保單認證等唔同嘅環節，提升咗業界嘅營運效率同埋服務體驗，使到行業從傳統嘅風險補償者向風險管理者轉變，並且構建保險加科技加服務嘅新形態。以行業代表組織香港保險業聯會為例，聯會推出咗嘅預防保險詐騙偵測系統，就係透過 AI 嘅演算功能，分析保險公司提供嘅保單同埋索償數據，識別可疑嘅欺詐個案，並且向保險公司發出警示。例如最近嘅新型碰瓷黨嘅詐騙案件，就係靠系統迅速揾到可疑嘅索償個案，以及關聯嘅人士，拘捕疑犯。而近日警方亦都偵破咗一個旅遊保險嘅詐騙團伙，亦都係透過呢一個系統嘅分析同埋轉介，向警方共同打擊呢個保險詐騙。香港目前有大約160間嘅授權保險公司，保聯嘅預防保險詐騙偵測系統喺2018年推出嘅，至今只有係大約39間嘅會員公司使用，佔比唔算高。類似嘅偵測系統雖然喺海外唔少地區，例如英國、新加坡都十分有效，但係喺香港嘅推出呢就比較困難。原因之一係呢一個系統係需要有足夠嘅同埋全面嘅數據，至可以有效運行。但係保險行業近年受呢個監管條例嘅改變，大部分嘅保險公司都將個資源擺咗落去佢哋嗰個更新嗰個資訊系統方面，變咗就好少公司將個資源呢個優先呢就擺咗落去呢一個 AI 應用上面。同埋我哋亦都知道咧，香港160幾間保險公司裏面呢，有大部分其實都係屬於中小型嘅保險公司，佢哋嗰個資源亦都係有限。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相信政府或者有關當局係咪都可以考慮一下設立一啲專項嘅基金嚟去支援一啲中小型嘅保險公司投入去 AI 呢個嘅資訊科技嘅發展。保監局去年呢對業界嘅調查就顯示到有36%嘅保險公司呢仍然係喺度探索 AI 嘅應用，有26%呢都未考慮過使用嘅。而應用嘅程度較成熟嘅公司呢，只係佔5%。而事實上，唔同保險公司對 AI 應用係有唔同嘅關注點。大型嘅保險公司係希望有清晰嘅監管指引，同埋可以用嚟做一個加強風險管理。而中小型保險公司呢，就需要實質嘅支援協助同埋解決方案嘅配對。面對人工智能發展嘅一個大趨勢，行業要喺合規嘅情況下與時並進。保監局去年8月推出咗人工智能促進計劃，已經有7間保險公司成為呢個重點參與者。我希望呢啲先行者同監管機構一齊帶動整個行業嘅 AI 發展，搭建協作共融、生態互補嘅平台，協助仍然處於起步階段嘅同業係建立一個能力，加強喺行業間嘅合作同埋人才培養。另外，我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計劃係一個合適嘅計劃同埋平台。計劃前2期主要集中喺銀行業，而我亦都樂見保險業監管局參與新一輪嘅計劃，推動行業探索應用 AI 嘅空間。喺呢一方面，我係有一個寄望，係我哋一個行業係可以喺呢度有一個更好嘅發展。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黃錦輝議員嘅原議案同埋其他議員嘅修正案。